哎，这个兄弟报了个稀有充值卡和放电话机，怎么还不捡起来？不会是掉线了吧？哼，咱去偷袭一波。我去，这大佬的钓鱼执法，一刀就把我给秒了。完犊子了，兄弟们，我那家里的需要件给爆了。哎，只好去刷刷小怪维持生活了，希望能出点好货。我去，稀有充值卡和赤电龙魂，这下赚大发了。哟吼，还不少，先开一波看看。极品头饰、破甲红装，这下舒服了，居然开出了一个未鉴定的风刃武器，赶紧找刀匠给鉴定一下。哇，出货了！满攻高爆的无双风天戟，血赚呐！再去复刻龙魂试试。我勒个去！全副手剑赤电属性的无双风天戟，这里直接登顶榜1！哈哈哈！臭小子，我来找你报仇了！